哥林多後書第10章。我保羅親自勸話你哋認為我同你哋共下嘅時節，請謙卑；無在你哋中間嘅時節，就請嚴。列下，我用基督嘅溫柔、老慈悲求你哋。我許多嘅時節，拜託唔好俾我對你哋無客氣。佢哋批評我哋係憑血氣行事嘅人，我會對佢哋唔客氣。我哋雖然生活在世間，總係我哋唔係憑血氣戰爭，因為我哋相持所用嘅唔係這世間嘅武器，係上帝大能嘅武器，能毀滅堅固嘅城堡。我哋毀滅一切虛假嘅辯論，打敗所有興起來阻擋人認識上帝嘅刺狗嘅論述。我哋也作準大家人嘅思想來歸順基督，等到你哋完全順服嘅時節，我哋就愛激發一切唔順服嘅人。你哋係看事情嘅外表聽聽，那係有人此人係屬基督嘅，佢應該在上看呢。佢屬基督，我哋咪同樣屬基督。主所本我哋嘅職權係愛操超你哋，唔係愛破壞你哋。所以就算我太過分誇口這個職權，我也唔會感覺減少。你哋唔好認為我寫信呢係愛嚇你哋。有人講保羅寫信呢話講到按嚴重按強，總係佢本人看起來又按軟弱，講話按粗俗。講這種話嘅人愛啲，我哋無在你哋計位嘅事，在新嘅地位樣板講話，許多你哋計位嘅事，也會按樣行事。我哋當然唔敢同嗰啲自命不凡嘅人擺窮下，也係同佢哋比。佢哋實在真無知識，竟然用自家嘅標準量自家，拿自家同自家比。那係我哋唔敢誇口過頭，只有在上帝交託我哋嘅工作範圍地位誇口，我哋也係在這個範圍地位，因為我哋早就將基督嘅福音傳俾你哋，所以你哋係在這個範圍地位。既然咁樣，我哋就唔算超過範圍。在我哋嘅範圍以外，嗰啲別人所完成嘅工作，我哋唔敢誇口。我哋只有希望你哋嘅信心進來進態，使我哋在自家嘅範圍內越發擴展，在你哋中間嘅工作，咁樣我哋做得將福音傳到你哋以外嘅其他地區去，因為我哋無愛拿別人範圍內所完成嘅工作來誇口。像聖經所講，愛誇口嘅人，就愛誇口主，因為所接納嘅唔係稱讚自家嘅人，係主所稱讚嘅人。